1、2、3，老師講你知。Hello，小朋友，今日嘅小主角係一個叫做 PP 嘅男孩子。唔係睇過封面，你估下 PP 佢發生咗啲咩事呢？冇錯啦，佢有一架好靚嘅藍色小汽車，但係呢個唔係玩具嚟噶，你估下係咩？不如我哋一齊睇下故事，睇下發生啲咩事啦。開始之前，我哋一齊讀下個故事名：學習自己睡覺，PP 的勇者基地，作者123老師。PP 好細個嗰陣時開始，佢每晚瞓覺都一定要媽咪陪住，仲要媽咪用手輕輕咁拗佢嘅背脊，佢先至可以好安心咁瞓着覺。因為媽咪隻手好溫暖，好舒服。PP 喺瞓覺嗰陣時感受住媽咪隻手，就覺得媽咪好愛自己啊，所以佢每一日都瞓得好甜好甜。有一日 PP 去咗佢嘅好朋友 Phil 屋企玩， Phil 好神秘咁同 PP 講啊， PP 你過嚟啊，我帶你去我嘅秘密基地。 PP 心入面喺度諗，秘密基地咩嚟㗎？Phil 帶 PP 去咗佢個秘密基地，原來佢嘅秘密基地就係佢間睡房啊。 Phil 好威水咁講話，我就係秘密基地嘅隊長，而呢啲就係我嘅同伴，我要負責保護佢哋嘅。唔止咁啊，我仲有秘密武器，守護者之光。原來 Phil 嘅秘密武器就係一盞火箭造型嘅小夜燈。而家我可以自己瞓啦，如果我半夜醒咗，覺得黑麻麻好驚嗰陣，我只要啪一聲撳着呢一個守護者之光，有咗呢個守護者之光，夜晚我都可以守護住我嘅基地，保護我嘅同伴，就唔使再驚啦，唔使爸爸媽媽陪我瞓都冇問題。你睇下我幾犀利，PP 見到都覺得好犀利啊，好羨慕啊。喺 Phil 屋企玩完之後，PP 同媽咪一齊返屋企。PP 拉住媽咪隻手喺度問，媽咪，我都想要一盞守護者之光啊，我都想好似 Phil 咁勇敢咁勁，有個秘密基地啊，我都要做秘密基地守護者。你估下媽咪會唔會買俾 PP？ 媽咪咁錫佢，梗係即刻帶佢去買啦。去到鋪頭 ，PP 睇咗好耐，最後佢揀中咗一盞藍色嘅車仔夜燈啊！返到屋企 ，PP 就即刻將盞燈放咗喺自己嘅床頭度，佢同自己講：呢一盞就係我做守護者同埋我嘅秘密基地嘅第一個裝備。今次輪到 PP 好威水咁同媽咪講：媽咪，我而家都有守護者之光啊！我想自己守護我呢個重要嘅秘密基地啊！我而家想自己瞓，唔使你哋陪都得啦。媽咪聽到，哇，覺得佢個仔真係大個仔好叻啊！佢仲攞咗佢細個嘅相簿出嚟同 PP 傾偈。PP，你記唔記得啊？你細個好似一個小飯團咁，圓碌碌，好多嘢都唔識。而家已經大個仔，識得跑，識得跳，仲識得同媽咪講故事。而家仲有自己嘅秘密基地，你真係大個仔啦！媽媽知道你嘅秘密基地好似仲爭一個同伴喎。媽咪拎咗一隻小老鼠嘅公仔俾 PP。媽媽話，要成為一個真正嘅守護者，你梗係需要一個守護嘅同伴啦。佢就係 Jerry 啦。今日開始，去到夜晚就要靠你守護你嘅秘密基地，同埋保護你嘅同伴啦。媽咪同 PP 仲驚夜晚嗰陣 Jerry 會凍啊，佢哋一齊用 PP 細個用嗰張白色有好多彩色車仔圖案嘅被被，將 Jerry 包到實一實。夜晚嚟到啦，
守護者任務準備要開始啦。PP 攬住佢嗰隻 Jerry 同伴，媽咪就喺側邊，用佢溫暖嘅手喺 PP 背脊上面掃啊掃，將啲勇氣一點一點咁樣送俾 PP。PP 就係咁樣攬住 Jerry，慢慢慢慢咁瞓着咗。之但係去到半夜，PP 突然之間醒咗，佢發現周圍黑蚊蚊，媽媽唔喺身邊，PP 個心即刻咁跳得好快，佢好驚啊！PP 真係好想大聲叫媽咪過嚟陪自己啊，因為黑媽媽好恐怖啊！喺呢個時候，PP 低頭一睇，見到身後攬住嗰隻 Jerry 冚住佢嗰張小被被喺度為佢打氣啊。PP 諗返起，係喎，我係守護者嚟㗎，我要保護我呢個秘密基地，保護我嘅同伴先至啱㗎。PP 深呼吸咗3啖，為自己打氣。PP 好有型，即刻伸去隻手出嚟，一聲撳着咗床頭上面嗰盞守護者之光，成間房即刻光咗好多啊！周圍嘅黑影都消失咗啦。佢真係一個好盡責嘅守護基地隊長啊！佢喺度安慰 Jerry， 唔使驚，唔使驚，我喺度守護住你，保護你㗎。我哋一齊瞓覺啦！喺暖暖嘅燈光下面，PP 學媽咪平時咁，用手仔輕輕咁掃啊掃，掃啊掃 Jerry 個背脊。小朋友，你估下 PP 佢最嬲尾可唔可以自己一個人瞓呢？會唔會叫媽咪嚟陪自己？答案係冇啊！佢一路喺度安慰 Jerry， 一路覺得自己真係越嚟越勇敢，越嚟越叻。原來自己可以咁勇敢，可以保護其他人添啊！過咗好耐好耐，PP 攬住咗 Jerry， 瞓着咗啦。第二日朝頭早，媽媽入嚟叫 PP 起身，PP 即刻醒咗，佢攬住 Jerry， 好開心咁同媽咪分享：媽咪，你睇下，我成功咗啦！我尋晚保護咗 Jerry， 守護住我嘅基地。就算我自己一個瞓，我都冇喊啊！我仲識自己撳着咗個守護者之光啊！媽咪聽到真係覺得好感動啊！佢俾咗一個大大嘅叻俾 PP， 同 PP 講：哇 ，PP 你好叻啊！你真係一個真正好勇敢嘅守護者，媽媽為你感到驕傲啊！你真係好叻仔啊！經過咗好多晚佢自己守護住基地嘅經驗，PP 真係越嚟越叻，越嚟越犀利，越嚟越勇敢啊！有陣時佢都會想媽咪幫自己拗一陣背脊，但係有陣時呢，佢覺得自己攬住 Jerry， 用隻手掃下自己都已經 OK 啦，好快就已經瞓着咗啦。經過好多個成功嘅夜晚，PP 已經大個仔，係一個小英雄，唔使媽咪拗背脊都可以自己氹自己瞓着覺啦。